各位老友記，歡迎返嚟。今日我坐席呢度，唔想同你講風水，唔想同你講命理，我只想同你講一句，好多老人家一世都唔敢承認嘅話真正嘅命苦絕對，無世因為窮。聽真低，我再講多次，真正令你到咗60、70歲，日日愁眉苦臉，日日長街短嘆嘅原因，無世你戶口冇錢，無世你屋企細，無世你退休金冇夠多。而細你屋企由30年前開始一直留住急3樣破運嘅就直慣，呢3樣亦真係好似3條無形嘅繩，慢慢硬勒住你嘅，緊勒住你屋企人，勒到你透毛到氣，勒到你嘅晚年變成一廠長期嘅折磨。我知道好多人聽到呢句一定唔服氣，有低老友計直心入邊即刻反駁我：師傅，你講得容易，我如果有錢，我點為艱苦？我如果日日食好，亦住大屋，我點為日日發脾氣？聽我一句，我做人生活間多年，見過太多好有錢嘅老人家，佢地籍豪宅入邊日日流眼淚。我亦見過太多住籍公屋，月月剩返幾千文嘅老友計，隨地日日笑口常開，過得比中產仲要資源。分別直變就直我，下面即刻要同你講嘅呢3樣就直慣。你屋企一日仲留住呢低，亦你一世都翻唔到身。今日呢條片你一定要遞到最尾，我最後仲為教你一個3收3放嘅原則，幫你即刻扭轉個屋企嘅氣場。如果你身邊有屋企人已經60歲以上，你更加要即刻分享廢除啲，因為呢3樣亦越拖越衰，越拖越冇得救。好，我哋而家就正式開始。我大半世人坐過好多老友計嘅屋企，飲過好多阿婆嘅老火湯，聽過好多阿伯直，我對面拍住台抱怨。我坦白同你講一句，最痛苦嘅老人家，反而無細個低窮期。我試過一個陳婆婆，佢籍深水埗，夾邊住咗成60年，就唐樓，個仔阿女個個都平平無奇打工問食，佢自己每個月拎中原同高齡津貼過日子，你估佢好苦滅？完全無勢。佢隔離鄰舍個個都愛佢，個仔逢星期日一定返嚟同取飲茶。佢屋企細細碟，但細光猛乾淨，門口成日都掛住新鮮嘅利是同對聯。佢話：我一世人窮就窮低，但細我心入邊冇仇冇怨，行到邊都自在。同一個時期，我又試過一個黃太渠先生走咗，留咗2層唐樓收租，退休金1個月3萬幾蚊，你以為隨好幸福？我告訴你，佢屋企殷殷深深堆滿咗30年前留低嘅山鞋、舊報紙、爛電器。佢一開口就細鬧個仔冇孝順，鬧個女嫁咗個衰佬，鬧個親家婆貪心。佢個仔一年返嚟2次，細位左羅前羅完就走，連飯都冇留低食。你話呢個老太太算命苦定細命？好，同你講，錢從來都無細關鍵，人到晚年真正決定你細贏定細輸嘅，無細銀行戶口吉個數字。而細你屋企入邊每日發生緊嘅事，你身邊留住嘅也，同埋你張口每日講嘅說話，呢個就細。好多老人家一世都唔明白嘅道理。今日我一次過同你講清楚。好，我開始講第1樣逆勢，最多老人家犯契破運就直慣，屋企堆滿就逆爛嘢，捨無得掉。你即刻酸埋眼審，一審你屋企入邊而家細味都有。以下低嘢一個櫃入邊載滿咗10幾年前嘅衫，好多件仲有膠袋包住。你細個嗰陣中意住，而家瘦咗肥咗都住無落。但係你話等瘦返再着，結果一擺就細20年。廚房個櫃桶入邊有幾10個外賣盒，幾10對筷子，幾10個空玻璃樽。你話留返有用，但你30年都冇用過。廁所入邊幾10支就藥膏，過咗期嘅止痛丸。你話幣錢買返嚟嘅掉咗好衰，但你連遞都冇遞過。仲有嗰個永遠都唔開計雪櫃底格，成日話留低，亦都返過年，結果過咗5個，年年都仲直到。各位老友計，我而家問你一句，你留住呢低嘢究竟有咩用？你話細惜物，其實無細；你話細怕衰，其實都無細。你留住呢低日嘅真正原因，係因為你嘅心仲活直。30年前，你使無得掉件衫，因為嗰件衫記住咗你後生嗰陣契樣。
李史無得調個爛鐘，因為隔個細李先生第一次送俾你嘅；李史無得調個舊藥箱，因為隔個細李阿嫲以前用嚟裝糖果嘅。你嘅屋企無細屋企，細一個博物館，細一個墳場，細你講自己嘅過去，釘死席入邊嘅一個囚牢。呢個就細最大嘅破運氣，闖勢流動嘅運氣先為嚟。你屋企低就日堆到冇位，行個氣點樣流？你屋企低貴嫂打開都細灰塵，個氣點樣清？你張牆下邊塞滿咗20年嘅雜物，你糞跡上邊點樣安穩？我而家講一個真實嘅個案，胡世下你細要提醒你。我有個街坊啊，尋佢屋企就細間樣，細細嗰個亭堆滿咗紙皮箱就電器，佢老婆走咗10年留低嘅衣物，佢個仔每次返嚟都話老豆，我幫你清啦。阿尋時鬧到佢個仔面都青。你想咪住我做咩？嗰低全部都細你嘅馬留低㗎，你有冇心？結果滅事。阿尋74歲過年，半夜起身去拆鎖，直個廳絆到一個紙皮箱，噗一聲跌落地，撞埋個櫃，跌斷咗大腿骨，入咗醫院3個月，出返嚟嗰時已經行都行，冇到最後入咗老人院。個仔幫佢積屋積咗成個星期，調走成幾架垃圾車㗎，亦先積到一個乾淨嘅屋出嚟。而阿尋已經冇機會住返入去，呢個就叫做積謀到嗰低就亦最後積走其細自己條命。我再同你講深一層，你史無得調就也，其實細你史無得放低就嘅自己。你以為留住嗰低也就等於留住咗繼義，留住咗青春，留住咗你嘅先生，你嘅細路仔。但細佬有計，你留住嘅無細繼義，你留住嘅細包袱，真正嘅回憶直你個腦入邊，直你個心入邊，除冇實體，你調幾多亦都調無走。相反，你屋企越乾淨，你個心越空，你個繼義反而越清晰，越溫暖。點樣做？我教你一個好簡單嘅原則：3年冇用過嘅，亦即刻調，無好審，無好等，無好話，留返一陣先。你今日拎起一件衫，你審一審3年之內着過冇？冇即刻放入垃圾袋。你拎起一個電器，3年冇開過，即刻調。你拎起一疊就信就箱就資料，3年冇遞過，拍張雙留底，即刻調。你違法限調走一半嘢之後，個人竟然輕鬆咗，個屋企竟然光明咗，連你嘅心情都為慢慢好返，因為你無再被過去綁死，你嘅未來先有位開。屋企一日仲堆住舊嘢，你晚年就一日困住隻30年前嘅陰影入邊。好，講完第一樣，第二樣仲要嚴重，仲要致命。呢一樣細屋企入邊日日發生緊嘅一種習慣，你自己甚至已經察覺無到。吉就細成日抱怨，成日鬧交，成日講人是非。你有冇識過？一朝早起身未食早餐就開始鬧個老公，點解尋晚打鼻鼾？鬧完老公又鬧新抱，屋企成日打電話嚟討錢，鬧完新抱又打電話弊個家姐，講師妹各個仔幾咁廢。講完，細妹又同鄰居阿嬸八卦樓上嗰家人細咪離婚，一日落嚟你張口冇停過，你以為你只細清前計，其實你細直道光，整個屋企氣氣廠，一句一句間毒化緊。聽好，我以下呢句話你要計到入骨，你嘅嘴就細你嘅風水口。我做人生滑降多年，冇見過一個成日抱怨嘅老人家可以有好晚年，冇一個都冇。點解？因為當你將口日日講衰嘢嘅時候，第一個聽到嘅無細你個仔，無細你新抱，無細你嘅街坊，而細你自己個腦，你自己個心，你自己個五臟六腑。你講一次我仔真細唔孝順，你個心就痛一次；你講一次我低兄弟根本冇心，你個腦就浸落負面情緒入面一次；你講一次我嫁錯人，一世人都冇好日子過，你個成個生命力就俾你自己抽走一次。一日10次，一年3000次，10年3萬次。你話你點為無病，點為無老得快，點為無血壓高？我試過一個李婆婆，隨個仔其實好孝順，每個月俾8000蚊家用，逢星期日返嚟同隨飲茶，過時過節請佢去自助餐，出年仲話代隨去日本遞櫻花。你以為隨為滿足，完全無細。李婆婆一坐低就同人講：
我個仔咪就世間養落，人哋低仔幣成萬蚊家，用除就得8000，人哋帶老母去歐洲，齊就得日本，人哋逢禮拜6日都返嚟，佢就得禮拜日。人哋個新抱是臭家婆，我急過1年都難得，叫我一聲阿媽，佢日日咁講。你估佢個仔感受到咩？其時個仔直聽出面，聽到一半嘅，個心即刻涼咗。慢慢地，個仔返嚟次數減少，飲茶都無想去，最後連家用都轉為過術，見都無想見。你婆婆最後真係應咗自己講嘅呀，一個仔都冇。呢個就叫做你張口講搣，最後你就為擁有搣。好多老人家怪自己命苦，其實佢哋一世都誓俾自己張口害死。再講心地，抱怨仲有另一個更加恐怖嘅副作用，佢會令你屋企所有人都想避開你。你新抱唔想返嚟，因為佢知道一入門就要俾你鬧成2個鐘。你個孫仔唔想探你，因為佢一坐低你就開始講佢阿媽壞話。你嘅老朋友一個一個唔想同你飲茶，因為佢哋每次同你食完飯之後心情都好差，好似食咗一啖毒藥。到最後你屋企空空如也。你話唉，人老咗真係無人理，你都無姿勢，你自己一手一搞光所有人推走。點樣改？我教你3個字：忍、宣、緩。忍，當你把口想抱怨嘅時候，長行忍住，忍3秒，忍到你把口鎖住，忍到果低講話，從嚟未離開過你嘅牙齒。宣上你嘅嘴有低嘢，無講無死人。你新抱友邊個無言你眼？你無講出嚟隨做嘅，夜下一個星期你可能已經無記得，但係一講出嚟佢就變成永恆嘅，時時變成家庭嘅裂痕。換光抱怨嘅衝動換做讚美嘅衝動。你想鬧個仔嘅時候，長行審一件取做過嘅好事；你想鬧新抱嘅時候，長行審取煮過一味你中意食嘅餸。你想鬧兄弟姊妹嘅時候，長行審細個嗰陣佢背過你落樓梯。呢個就叫做口德收晚年。你嘅嘴管住咗，你嘅屋企先為平靜；你屋企平靜咗，你先為健康長壽有福氣。千祈唔好再做假個成日趴住台鬧仔女嘅老人家。你以為你細家長，其實你細屋企嘅災星。好，講到第3樣，逆勢破運，就直關入邊最貴最痛最多老人家一世都醒，無到契嗰一樣，就細對仔女滅都閉晒，冇底線冇原則冇界限。呢個問題我講咗咁多年，都仲有好多老友記冇明白。佢哋覺得我無閉仔女，閉邊個？我一世人辛辛苦苦，無留低亦閉個仔閉個女。我做人做嚟做滅，聽住我無細叫你無理仔女，我更加冇叫你無閉得仔女。我要你聽明白嘅細一個原則：付出必須有界限，愛必須有底線。你以為你搣都閉世愛，其實世害，害仔女亦害你自己。我閉個例子你聽，我有個就街坊姓胡，佢細個好典型嘅搣都閉。老人家個仔結婚，佢閉150萬做首期；個仔生仔，佢即刻辭工幫手湊孫，24小時上官冇糧出。個仔開公司時前，佢講自己堅持住樓做議案，借閉個仔鞋債。個仔話想移民，佢連自己嘅退休金都閉埋佢做保證金。你估最後結果係點？個仔移民之後冇再返過嚟，佢老婆分咗一半資產走人。胡伯而家69歲，住緊政府嘅單位，每個月靠中原過。佢對住我喊：師傅，我一世人閉晒佢，竟然奸對我做錯咗滅。我望住佢，我心入邊知道佢冇做錯滅，佢只細做多咗嗰一步，就細至命佢一步。呢種老人家我見過太多。佢哋以為愛世無條件、無底線、無保留，其實真正佢愛世有智慧、有原則、有分寸。佢點解搣都閉為害仔女？因為當你將所有亦都閉晒除嘅時候，你其實剝奪咗除自己奮鬥嘅機會。佢冇經歷過困難，佢冇跌過痛過，佢就以為所有亦都係應份嘅。你今日閉佢100萬買樓，佢下年就開口要500萬做生意。你今日辭工湊孫，佢下年就以為你細佢屋企嘅家用。你今日賣樓借錢閉佢，
佢下年就已毀，你個退休金都屬於佢。人性就世間樣，得寸進尺，貪得無厭。呢個唔使佢生性壞呢，個勢呢一手訓練出嚟嘅。同時滅都弊，點解危害你自己？因為當你將所有資源都弊晒出去嘅時候，你就已經失去咗晚年最寶貴嘅嗰兩樣。又話是傳統尊嚴，你屋企遷咗弊個仔，你想搬去邊住？你要問除准唔准？你退休金都弊晒，你想食支機幣都要遞除面色。你身體有事想入好低嘅老人院，你要跪落地求除，弊翻錢你用，你連想食一碗湯面嘅自由都冇。呢種晚年仲慘過希醫，因為希醫細求陌生人，你細求自己親生嘅仔。呢種痛你冇食過，你無知有幾錐心。我弊呢一個好簡單嘅原則，一定要記住，三樣逆死都要留翻值自己手。第一，錢至少留翻夠自己用10年8年嘅生活費同醫療費。呢筆錢你唔可以講俾任何人聽，包括你自己親生仔女。呢筆錢係你嘅底氣，係你晚年最後嘅武器。第二，屋你自住夾間屋，無好過命弊仔女。你可以立遺囑話走咗之後留俾邊個，但你活食嗰日個名一定要係你自己嘅。點解？因為個名一過咗出去，你就冇咗控制權。話你搬就搬，話你租俾陌生人就租俾陌生人。呢啲事情牽涉到法律同稅務。我建議你去問一個正式嘅律師，清清楚，冇好聽街坊嘅意見就行動。第三，決定全你自己嘅身體，你自己嘅生活，你自己嘅由你自己決定。仔女可以俾意見，但細最終話事嘅係你。你想學跳舞就跳舞，想學畫畫就畫畫，想同老朋友去旅行就去。你唔使問任何人，你唔使只求任何人同意。守住呢三樣，亦你嘅晚年就有底氣。冇守住你嘅晚年，就細俾人擺布嘅一廠苦行。我知有低老人家聽到為無開心，佢話師傅你講嘅方法太自私啦，仔女為無為覺得我唔愛佢啊。聽住真正嘅愛，細令對方變得更好，無細令你自己變成一個空殼。當你有底氣、有尊嚴、有生活嘅時候，你先真正有入俾仔女。你嘅正能量、你嘅智慧、你嘅榜樣、你嘅穩定呢，低先係最珍貴嘅遺產。你將自己耗晒錢咗，你留低嘅只係一個殘破嘅老人，一個令仔女都想避開嘅負擔。好，講到呢度三樣破運嘅，就直慣我已經同你講清楚。第一，屋企堆滿就亦爛，亦捨唔得掉。第二，成日抱怨，成日鬧交，把口冇停過。第三，對仔女滅都弊晒，冇底線，冇界限。你自己捫心自問，呢三樣你屋企入邊有幾多樣？如果你只有一樣咁近改，如果你有兩樣即刻夠，如果你三樣都奇聽，我一句你已經行到圓字邊。我最後同你講吉個三收三放嘅原則，你記住。三收，收埋你嘅也，收埋你嘅嘴，收埋你嘅錢包，收埋無用嘅舊物，屋企即刻通爽，收埋抱怨嘅衝動，個心即刻平靜，收埋見人就想派錢嘅手，過晚年即刻有底氣。三，放低過去，放低期望，放低控制，放低30年前嘅遺憾，放低對仔女無限嘅要求，放低要控制屋企所有人嘅慾望，收埋自己嘅入敗低別人嘅事。呢個就細老人家最高級嘅活法。各位老友記，命苦絕對無細因為你窮，真正命苦嘅老人家係一個明明有錢有屋有仔女，但細苦到最後搣都留無住嘅人。真正命好嘅老人家可能一世都冇富貴過，但係佢個屋企乾乾淨淨，佢把口有分有寸，佢個錢包永遠有底氣。呢低先係真正契福氣。呢低先係你到咗70、80歲之後唯一可以拎得走嘅。如果你聽到呢度，覺得我今日呢番說話講中咗你嘅心底，覺得我幫你破開阻擊咗好多年嘅流，麻煩你做幾件事。第一，直留言屈同我講一句，呢三樣就直慣，邊一樣係你屋企最嚴重講樣，我會盡量回覆每一位認真嘅老友記。第二，如果你屋企有60歲以上嘅父母，
伴侶、兄弟姊妹，記住將呢條片分享俾隨啲。你無使打電話同隨啲講，你將片 send 過去，啟自己為弟為嬸，呢個就世最溫柔嘅提醒。第三，如果你想聽多低呢，雷震時時用講到入心嘅晚年智慧，記住恨訂閱同開埋小鈴鐺。我為每個星期同你分享多低人到晚年真正需要嘅道理。祝各位老友記屋企清爽，個心清淨，個錢包有底，個人有尊嚴，命苦命好，胡世天注定係你自己每一日嘅選擇。我哋下期節目再見。